我這麼久，你怎麼分手？來吧，逐串解釋。還是你的姓，還是你愛的，就當作常識。甜蜜足夠我記住你，或者苦會記得起。寧願這種身邊的我痴愛地，繼續傷心至死。以什麼方法再愛你？有什麼可以更可悲？這片段記錄曾經深愛你，但如別人是最可以什麼可叫我記住你？別講一句對不起，寧願這張身邊的我痴愛地，繼續傷心至死。以什麼